馬鞍山青年協會喺今年暑假舉辦咗青年政策學堂2013嘅活動，喺7月16至18號期間，一班青年政策大使參加咗3日2夜嘅政策體驗營。入營之前，我哋仲好榮幸可以邀請到顧問朱海怡小姐同會長楊文睿先生同大家分享。喺3日2夜嘅營會入面，我哋除咗提供領袖培訓，去建立大家嘅團隊精神之外，仲透過 Democracy 2呢個電子遊戲，去讓青年大使模擬政府角色，從而認識同了解政府喺制定政策時要留意嘅周邊因素，以及佢哋所做嘅決定對外界嘅影響。除咗政策體驗營之外，又點少得我哋同大使精心策劃嘅靜觀其變呢？喺7月25號至8月15號期間，我哋一共帶咗小先鋒去6個唔同嘅地方參觀，包括仁愛堂環保園塑膠資源再生中心、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立法會、粉嶺環境資源中心、香港國際機場同香港文化博物館。第3次嘅活動，我哋嚟到參觀立法會。參觀立法會嘅目的係想等小先鋒可以知道議員日常嘅工作環境，以及佢哋開會嘅地方，同時亦都想等大家知道立法會嘅角色。喺8月8號同9號期間，一班大使同小先鋒嚟到馬鞍山信義學校開咗個研討會，為之前3次嘅活動嚟一個小總結，一齊討論時下嘅議題，互相交流，同時亦都為嚟緊嘅展覽作出預備工作。喺8月12號，我哋去咗參觀香港國際機場。參觀機場嘅目的係想等大家了解機場管理局嘅日常運作，以及佢哋喺環保方面嘅措施。
靜觀其變嘅活動嚟到尾聲啦。喺8月15號，我哋參觀咗香港文化博物館嘅李小龍展同藝上天開展覽，目的係想等大家認識下香港嘅文化同藝術發展。